大灣區養老仲未揀定，香港嘅老友記想住得更闊落，過得更精彩，呢一個選擇一定要睇。無論喺邊度養老，文娛生活同居住空間都好重要，有充足嘅空間活動，有多樣嘅節目消遣，先至可以保持身心愉悅，晚年生活更有品質。中國太平木棉人家深深明白呢一點，專為香港老友記打造開心又舒泰嘅享老生活。唔似香港普遍居住空間緊湊，呢度每一個活動室都寬敞明亮，桌球室、乒乓球室夠晒施展，音樂室、瑜伽舞蹈室唔使擁擠，想玩就玩。每日仲有精心設計嘅適老化活動，從強身健體嘅太極、門球，到練腦益智嘅書法、手工，再到提升品味嘅藝術鑑賞課程，樣樣齊全，不重樣，兼顧身體健康同埋精神滿足。仲有老友記自發組建嘅合唱團、舞蹈團、模特團、戲曲團，鄉音鄉情聚埋一齊，傾偈唱歌、排練演出，日子過得充實又開心。院舍坐落喺廣州番禺，環境清幽，空氣清新，居住空間比香港同類型養老選擇更加寬敞，性價比更具優勢，花少啲錢就可以享受到更豐富嘅設施同埋服務。周邊商場、醫院、交通配套成熟，廣深港高鐵、跨境巴士出行方便，返香港探親友都好快捷。仲有粵語服務團隊，生活習慣無縫銜接，住得安心又放心。想了解更多資訊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。中國太平木棉人家等你一齊開啟大灣區舒泰享老生活。